来，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今仔日开始来请拼。中华队的第一战是暗时7点，对手是巴拿马。台湾政坛放下压力，大家一条心，做伙替台湾英雄来加油。台中市长卢秀燕来发话，全面做中华队的后盾。若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甚至来话讲，中华队赢一场，就要发50分的金牌，拍入去前8强，阁要加码送100分。棒球迷拢来喊话讲，哎哟，发安尼伤少啦！副总统赖清德嘛，伫社群软体来展示伊家己所收到的经典赛的球衫。伊讲要甲团旗球车2月啦做伙来开球，伊是真兴奋。副总统嘛来抛出着伊穿棒球衫的相片，讲咱拢是最佳的第10人。因为比赛场顶有9个选手，第10个就是球迷。赖副总统请大家做上赞的第10人。猜猜看，我收到什么礼物？收到经典赛礼物，球迷热情到笑甲车里晒晒，因为盒仔内底是中华队球衫，佮车伊名字。副总统嘛讲到，要和伊的团旗球星做伙开球。我的偶像，史上最厉害的终结者吕贝拉一起开球，太棒了，非常期待，非常荣幸。经典赛即将开打，各位球迷朋友，赶快准备好加油道具，明天开始一起当场外的最佳第10人，全力为台湾加油。棒球比赛嘛，拖到正段，立委洪明凯除了挂 WBC 翠暗，佮穿199抗年代 CT 的球衫，要来甲中华队加油赞声。另外，嘛讲中华队若是赢一场，得发50分的金牌。也毋过网友讲，哪会这么少？中华队每赢一场，我就会发50份的鸡排；4场的预赛都赢，就会发200份鸡排。怎么会那么少？我想这个只是开始啊！中华队加油！中华队加油！中华队胜利！叫哪里大家拢来替台湾英雄加油！暗时中华队头一场比赛会和副总统赖清德做伙开球的，佮台中市长卢秀燕。另外，李婉仪、蔡其昌、红海创办人郭台铭，连同因有副党宣明地，嘛拢会来到球场来跟斗加油。球迷要带着国旗到现场为我们的球队国家代表队来加油，我们全力的支持。搁一摆，呼吁观众朋友做伙予咱台湾的国旗飘扬伫咧台中洲际野球场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